云林县于1988年头一届记录到石虎的行踪，经过30年到2019年，才搁伫哪来发现石虎，而且几落年来拢有记录到石虎的行踪。林保署表示，会搁就相关的单位加强保护，使红外线相机来观察，检讨保育计划。去年11月，石虎出现伫咧树林，地点就伫咧云林的拿来乡。这是林保署甲编科台，佮有拿来平顶社区发展协会合作监测到的，就是为着要记录石虎伫咧云林的行踪。架设红外线相机的监测与调查。本社区有山林巡守队，我们利用龙过脉步道进行步道的杂草整理、灾害通报、非法猎捕通报，并协助相关的保育工作。目前架设红外线相机于云林县林内乡25台，古坑乡3台，共计28台，其中11台有拍摄到石虎记录。第一笔观测记录在2019年拍摄，到2023年共累计12笔，去年为16笔，今年1月已经有3笔。林保署表示，云林捌伫咧1988年头一届记录到石虎，不过后来30年拢无相关的记录，一直到2019年才搁伫咧云林的拿来发现，而且愈来愈侪出现，一直到今年1月，已经有31届石虎出现伫咧云林拿来甲古坑的记录，显示这个区域真有可能就是台湾中部甲南部的石虎生态的所在。本分署今年度将与生多所合作，针对近年旧伤收集到的石虎个体样本，进行分子遗传分析，以了解石虎族群的扩张情形。全台的石虎大约500只，林保署按算甲云林县政府、各有地方的乡公所、社区等单位合作，来加强保护措施，而且卖阁加设红外线翕相机来监测，确保石虎的族群会当继续生态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